歡迎大家收睇6月12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美匯指數5月延續跌勢，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加劇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嘅憂慮。不過，中美元首暫緩加徵關稅並展開貿易談判，避險情緒降溫，美匯跌勢受限。美國5月新增非農職位多過預期，稍為舒緩市場對美國經濟轉弱嘅憂慮。不過，美國關稅相關貿易談判進展可能會反覆，美匯中短線走勢或者會持續波動。美元受壓，帶動美匯佔比最大嘅歐元持續向上。歐洲央行減息週期可能即將結束，加上美元走弱，中短線有望繼續支持歐元表現。歐洲央行政策利率下調至2%，行長拉加德話：歐洲央行正處於貨幣政策週期嘅尾聲，央行認為有能力應對即將到來嘅不確定性。歐元對美元中短線如果突破4月嘅3年半高位1.157，或者有望挑戰2021年10月高位1.169。如果美元反彈，歐元對美元唔排除會重回5月低位1.107。